我哋每個人都係耶穌基督所召選，但係每個人對自己嘅召選嘅回應咧就好不一樣。舊約我哋睇到撒母睇到達味同撒烏耳之間呢個咁得意嘅關係，天主揀選咗佢哋，一個成為以色列嘅君王，一個為佢付咗油，但係佢哋之間嘅衝突使到佢哋唔能夠真正好好咁和平相處。人同人之間時常都會有呢一種咁嘅不和啦、妒忌啦、仇恨啦咁，於是乎呢，就會使到喺彼此交往之中呢生咗一種惡念。但係達味冇因為咁樣而對佢嘅仇人加以殺害，因為佢好清楚佢要做天主交託俾佢做嘅事，唔係做佢自己要做嘅事。同樣耶穌召叫咗呢12個門徒，佢哋都跟隨咗耶穌，但係最後嘅結果呢，就完全不一樣。所以我哋都可以自己反省一下，耶穌召叫咗我哋成為佢嘅追隨者，但喺我哋嘅信仰生活之中，我哋做咗啲乜嘢嘅選擇呢？